台语文土木建筑名词，教育部校订台语文，整理台语文志工队。厝体第一，古早厝、草厝、土角厝；第二，透天厝、换厝、砖仔厝、柴厝、稀土器、过木、楠仔、杉仔；第三，公寓、宿舍、红门头铁筋、红门头、居里；第四，大楼、主体、徛家；第五，别庄；第六，大户合体。土木建筑基骨：第一，基础地基；第二，条仔梁条；第三，壁堵；第四，中级主梁、小大梁；第五，圆仔、怀梁、小梁；第六，角仔、小梁；第七，鸭仔、鸭条。土木建筑材料：第一，稻草、干草、红仔草；第二，厝瓦；第三，烟片、烤漆板；第四，土角、土砖；第五，砖仔；第六，竹仔；第七，杉仔、原木、木搭、角材；第八，红门头、水泥；第九，沙石；第十，石仔；11，烟线；12，铁筋；13，钢骨；水电。第一，排水系统；第二，冷水急水系统；第三，烧水系统；第四，厨房水电；第五，卫生水电；第六，通风系统空调；第七，冷烧器系统空调；第八，通讯网络；第九，消防拍火设备系统；第十，防盗设备系统。装修：第一，门窗；第二，壁堵；第三，天棚；第四，房间、读册房；第五，人客厅；第六，生命厅；第七，饭厅；第八，厨房、灶骹；第九，浴室、便所、卫生。风水：第一，门窗风水；第二，外壁风水；第三，浴室风水；第四，厝顶风水。